我不想听你们说了，两位老板，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谁可以告诉我，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你是销售总监，你应该问的是我们能卖出多少芯片。我对所有的太太们有过承诺，我承诺他们尽力为他们守住家庭的底线。这是你能承诺得了的吗？啊，你们俩先别吵了，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林夕，我很理解你。有人曾经说过，只有家庭稳定的将领才能打胜仗，这个我也非常相信。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喜欢他们这样，但是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得好好的沟通解决，不是吗？海潮，我说过了，他在越权。我警告你，你们领通不是夫妻老婆店。我最后一次和你讲道理。来，把劳动法拿过来，咱俩现在就在这里一条一条对。行了，刘涵，你先出去吧。啊，好，来。刘涵，来看在老同学的面子。我今天谁的面子我也不会给。来，对劳动法是吧？我今天就给你一条一条对清楚。我告诉你，我查过了 ，Jason 跟李小丹混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跟 Brian 在一起，经常约着吃饭。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芯片里的 bug 就是他放的。这样的叛徒，我不开除他，我留着他过年啊 ？OK， 就算他出轨不算什么事，但是他扛不住美人计，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总是他的错了吧？太不专业了，太不专业了。黄林熙，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们？你觉得只要有女人接近我们，就是对手使的美人计是吧？你今天是 Jason， 明天是我，后天你是张海潮吗？你有说对的时候吗？我猜错了吗？那你告诉我是谁？你说啊，谁？先出去先啊，先出去先。我来说啊，我来处理。我跟你说不着。张海潮，你什么意思？所以你是知道是谁是吗？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说话！欢叔。欢叔，哎，这都什么事儿？林夕在这个位置，他也只能这么做呀，你别怪他。林夕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捣乱。子夏，你帮我们管管他。我是红木资本的，又不是你们领通的，我哪有资格管他呀？你赶紧找 Jason 聊聊去吧，啊！林夕的烂摊子我收拾不了。哎，你。林夕，哎，海潮，海潮咋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不是说不告诉别人吗？他是别人吗？我能瞒得住他吗？回答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海潮在到处跟别人借钱的时候，你让公司损失几千万。我真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我们现在在外面请客吃饭，还要去管别人借酒，要把别人送给海潮的酒带到深圳去，你是人吗？我就是被忽悠了。我以为出不了这么大事儿。黄仲凯，他骗我，他说就算你们告我，可能也告不赢。中国对知识产权不是那么重视。那个 bug， 他说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就是给点教训。你给我教训啊！别动手，别动手！混蛋，还欠揍！你给谁教训呢？是，我混蛋，我欠揍，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海潮，我一心一意的跟你做事啊，但领通的收入真的太低了。我老婆想让我给她换个大房子，我没钱啊。我老婆、我，还有我孩子，我们都挤在他父母的那个小破房子里。我得有钱，我想给他们换个大的呀。别跟我说这种话，下来就给我滚！林夕，你冷静点，你不能这样。要我怎么冷静？这样的人留在公司里，还怎么做企业啊？
说两句。来，我跟你聊两句，聊两句。环叔和杰森只能开除一个。为什么？因为 IPO 前公司内部不能有太大的震动。欢叔是元老，你忘了？我本来是想开除欢叔的，但是现在我有点纠结。纠结什么呀？继续把他留在研发部，等待下一次流片失败吗？林夕，海潮对欢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们毕竟同学了这么多年，而且欢叔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对全班同学都很好，尤其是海潮。我知道你不想拿感情去做企业，但是特殊情况总是可以特殊对待的，是吧？从工作层面来说，我必须要留他留到有新的架构师来代替杰森。从私人感情来说，我得顾及到孩子的感受，还得顾及到那些老师们、同学们对我的看法。我希望可以给他找个下家。人家都背叛你了，你还要给他找到工作？林夕，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反而拎不清楚状况了呢？想要 IPO 成很难，但是想要 IPO 不成，那可太容易了。你只要得罪几个人，他们随便找点名头起诉公司，给你惹点事情出来，都会使领通错失上市的窗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变成这样，损失的是所有员工的利益，这不值得。说来说去就是我没人情味儿。哎，林夕，其实欢叔人真的还不错，欢叔当年还救过海潮一次呢，还给他输过血呢，对吧？就大一那会儿，哎，具体情况要不要我跟你说说看？不要听。哎，那这样吧，我们给他换个部门。换到哪个部门？销售部门。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FAE 懂技术的销售。凭什么不用换到我这儿来？在你眼皮子底下多好呀，被你看着还不放心啊？谁让我看着他？你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我还想多派几个帮手给你呢，我舍不得你老是出差呀、喝酒啊、应酬啊。那他下次再犯错呢？依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领通是什么呀？公共汽车呀。哎，什么公共汽车啊，林夕，讲的这么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呢。放心吧，机会我只给一次，如若再犯，绝不姑息。行，要是在我的部门工作态度差，没有业绩，我照样开除他。做销售？对，去黄林熙那儿？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我就是觉得，刚才他应该对我意见很大。我们都对你意见很大。我们对于你做出这种事情，都非常失望，也非常生气。黄林熙那种反应是很正常的，我这种反应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以后再敢吃里扒外的话，你不但没有下次工作的机会，你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听懂了吗？懂了。华叔，作为曾经的老同学，最好的兄弟，我今天要跟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心痛。黄总，黄总，不是黄总，你先休息几天吧。不是我不用休息啊，让你休息你就休息。真的黄总，我真不用。刚来我部门就不听我的。您这意思是让我反思啊，还是要边缘化我呀？我说了，休息。老板给钱。哎，下回再来啊。好嘞。哎呀，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啊？
不突然吧？我不是经常请你喝酒吗？得了吧，之前都在实验室。之后你就不在实验室了。对了，环叔，为什么调你去销售部门啊？嗨，正常的人员调动，黄林溪那儿缺人。好像我们这里更缺人吧？懂技术的销售少，是吗？不是，你在侮辱我的智商。我再蠢，我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不是孩子，那件事情是你干的吧？是，我就是一时糊涂。销售部是海潮给我最后的机会。起来，起来。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哎，我掐死人呢！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对不起。我也知道你不容易。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是不可能回去的。哎，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死。我们以前合作也是很默契。你再默契，也架不住有个疯婆子呀。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芯片公司就不应该有女人。你这话就有点性别歧视了。就不该有黄林溪这样的女人。黄林溪不是米兰达，硅谷高科技公司有黄林溪这样的吗？你想想看，米兰达多理智，黄林溪太情绪化善变，情绪化的人是搞不好高科技公司的。如果让林夕离开公司，怎么离开？开除他呀？那张海潮能答应吗？再说了，他是挺着大肚子安抚过太太帮的人。可是公司要发展，总要正规化的。现在正规吗？啊！我跟你说，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理想的。我相信每一个海归脑子里都有“报效祖国”这4个字儿，这是咱们的家。可是现在我特别失望，我跟你说，李跃让我失望，黎东升让我失望，最后张海潮也让我失望，他耳根子太软了。行了，韩子，现在不用说这些，我自己也可以融资创业。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要搞双卡双待，外面不愁没钱。我等你信儿。我们就让 Jason 回来不好吗？啊，实际一点，何必外面要多一个竞争对手呢？我说不行就不行，一个个都出轨，出轨就算了，还使坏。怎么，飘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挣到钱了，就不用把女人当回事了？想甩就甩，想分就分。你们现在觉得自己是行业大佬了是吧？咱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老搞男女对立那一套？我再说一次啊，拿出劳动法，拿出公司章程，不行吗？刘涵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公司章程第1条就是要对得起太太们的付出？到领通上市的那一天，不会再有人抛弃家庭，是你们答应的吗？现在你们食言了，但是我黄林夕绝不食言。行，我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是掰扯不清楚的，但没办法，我就是要杀鸡儆猴。有我黄林夕在领通一天，我就不允许领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张海潮你跟我离婚，
否则我说到做到。别，这种事儿千万别扯到我们身上，好吗？这样你看，刘涵的事情交给我处理，你只需要选择相信我就行了，好吧？进。刘总，米兰娜来找你，说打你电话打不通，有急事儿。看见了吗？美女都找到公司来了。工作，肯定是工作。什么工作？我们的 CTO 跟竞争对手的 CTO 谈什么工作？你告诉我，是商量一下怎么避开竞争关系吗？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生气，但是我相信刘涵在处理他的问题上，一定会有理有据的。你怎么来了？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我是说事情呢。哦，对，给你这个，从美国专门让人给你带的，就是生姜就不用用，你可以试试这种含脱的。谢。啊，你别忘了明天我们一块接机啊！我怎么可能忘呢？你养父母要来，我怎么可能忘呢？那你爸妈也到了吧？他们大概周末吧，我来安排。行，反正就别弄那么正式，随便吃点。是，正式的他们也吃不惯。好的。行，那我送你。啊，好。刘总，昨天的回测结果您看一下。你先忙吧啊，走了。听说了吗？发生那么大的事都没开除欢叔，就连之前开除Jason、张海潮都没有话说。我没有看过那么怕老婆的 CEO。所以我就说过嘛，他是个天才 CTO，but CEO 不够格。可是他们也进入 IPO 流程了，双卡双待，我们的销量也确实不如之前。我们不是还有高端市场吗？而且他们上了市反而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你有多久没见他了？那很久了。你像我和东升，我们从……哎呀，这是谁呀？西客呀！多少年没见了？好久不见。还那么帅。这子夏见到你没不好意思，你怎么有点不好意思啊？来，坐。哎，坐这儿，专门给你留的位置。就是，真是。我们老同学还有点生疏了。瘦了。哼，还这么漂亮。我们老同学就该多像今天这样聚会。哎，这怪我，以后我多组织。对，就那几天啊，最高兴，是不是？今天组织大家来吃饭，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欢叔，他不是调到销售部门了吗？啊，是吗？以后你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肯定会很多。哦，对了，也庆祝你的双卡双待。我跟海超打过招呼了，几乎没怎么开口，他都答应了。还是老同学啊，比较给力。谢谢，我会用筹码交换。你当不了销售啊，你得在客户没看酒杯之前啊，先把酒斟满。哎，你早说呀！走了。今天喝了高兴，好久没这么高兴。销售部小花不知道给老板叫个车。东升。走了。我没喝好，再喝2杯。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啊？该不会我那天跟你说完之后，你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吧？怎么可能？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好朋友，你平常不跟我多联络？怎么，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话跟我说了？不是说了吗？最近很忙，领通的双卡双待现在供不应求。我是生意人，我得把两边的条件弄好啊。海潮这次真的很帮忙，他也知道你困难。你前段时间不是被……
我不喜欢被施舍，不管是谁。欢叔怎么了？干嘛要去销售部？海潮心疼林夕呗，不想他总在外面跑业务应酬，还能为什么？他俩是真好啊，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好。是啊，一见钟情，心心相印，彼此信任。我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我要当司仪的潜质。万里挑一的运气被他俩捡走了，不像我们，好像差了那么一点啊。我有个提议，我缺个老公，你有没有兴趣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缺一个知根知底又有共同目标的人当老公，你也缺啊。你缺一个能真正帮到你，而且永远不会骗你的人当老婆。咱俩合作一下。一个好的合作，前提是能不计前嫌。你能不在意之前的事儿？我能啊。你考虑考虑，我们合作一辈子试试看。你现在酒量好的吓人。怕吗？阿土哥让我约你的。你先吧，你先吧，你先吧，你先。哎，好了，进了澡堂子都脱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谦虚了。哎呀，这么多年了，海潮的身材啊，还是这么好。那怎么办呢？你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每天熬夜设计加班，赚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有人要骗我们呀，老天爷都会报复他的。那当然了，有失去双卡双待这一边，洪生，你的销售业绩肯定不理想了，否则哪会有小牛手机什么事儿呢？小牛手机，这听上去就跟泰山手机有气，都谁起的名字？对的，本来是你的。是啊，看来一念之差，就能改变人的命运。要知道，建立信任是很难的，要坍塌，也就是一念之间。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世界上我信任的每一个人，曾经，里边也有你。信任这么重要吗？当然，这是一切的基础。我会让你重新信任我，我还能让你挣很多钱，无卡无贷，卖吗？什么无卡无贷？我去了趟印度，认识了很多运营商，其中有一些愿意给我独家代理，跟我谈了个条件，让我无卡无贷。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的省钱。这个市场很大，而且很肥。靠谱啊！别为了省了3分2分的就跟别人跑了。电子产品嘛，寿命都很短，在别人发现这个机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完了。你呢，可以选择和我合作，或者让我和别人合作，再或者你自己去一趟印度，打开市场，但至少得2个月哦。等你回来呀，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合作，合作，有钱赚，为什么不合作？哪有那么容易啊？
要是真合作了，我们就又是朋友了。当然是朋友了，大家一直都是朋友的。严格来说，如果李东升没让你张海潮，真的损失过什么？只不过从感情上，你认为我算计你。以我们的交情，就算你背叛我，让我损失很多钱、一败涂地，我还是会给你第二次机会。除非啊，你在这第二次机会之前依然选择背叛我，那我一定让你长长记性。李东升，你觉得我给你芯片是为了利益吗？你是非要有筹码才能跟我谈判吗？海潮啊，行了，干杯吧！哎，这就对喽，合作愉快。服务员，把我那瓶藏了50年的酒拿过来。无卡五代，你真是我亲妹妹，我怎么那么爱你啊我？韦总，速度要快，否则就被泰山手机捷足先登了。他毕竟是张总的兄弟。搞笑，他们才几个人啊，跟我比。只要我想做，李东升不是对手，你信吗？而且张总能卖给他，也就能卖给我。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无卡五代呢，其实就是黎东升的点子。但是一来呢，他没有注册专利；二来，即便注册专利了，打得赢专利官司吗？就算是打赢了，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无卡五代是什么，大家也都不记得了。我真是太爱你了，怎么办呀？你给我想个办法啊！领通够速度吗？韦总，不要总用行为鼓励我，要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张总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你们张总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他不爱玩儿。爱玩的人可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你完成你想要的。是吗？只要你能做好你该做的，我有求必应。那我就提个要求，作为你给我的回报。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能答应。您在安徽人面广，帮我带点单子吧。这叫事儿吗？我介绍你认识安徽的张哥，你信吗？真的？什么时候？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是我亲爱的老张吗？哎呦，哎，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妹妹，特别崇拜你啊。怎么着？我安排见一面吧。北京速度真快。不但速度快，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安徽订的单子。你们老乡真给力。还是我们的产品给力。不过，按理说，我们应该跟李东升签订独家协议。他是不讲信用的代表人物，我们没必要特殊化。再说了，我们有前车之鉴，搞个备胎不好吗？黄总曾经跟我说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需要 B 计划。确实，所有的事情，除了感情，都需要 B 计划。但是您和黄总郎才女貌，心心相印，这是极少的状况。凡夫俗子的爱情都需要 B 计划，否则就会被那个 A 拿捏控制。
越说越远了。有感而发。谢谢。但是，小牛参加无卡五代是高度保密的事情。李东升那边可以先不告诉他，等到将来让他们公平竞争吧。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向您证明，小牛通讯认可我，不是个例。你太客气了，难得魏总这么信任你，以后就由你来跟他对接了。我跟袁师也说了，把你调到销售部，销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印度市场还有小牛通讯，就拜托你们了。没有问题，我一定努力做好。如果我做得好，销售总监的位置会是我的吗？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也不喜欢黄总做销售，你那么爱他，当然不舍得他去陪酒、去交际、去求人。我去，就没有问题，不是吗？你错了，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产品。How could that happen during the IPO? Technology is the lifeblood of Leadtone. Zisha, you're the investment manager of this project, but you gave enough reasons for this project is too much for you. 其实我也知道，我开除 Jason 是有点不专业了，但是我真看不得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啊，男人算什么东西啊？就把女人当什么了？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啊，多可怜啊！你这么激动干嘛呀？这种事你又没经历过。我才不会经历呢，你家海潮才不会这样。换成黎东升可不好说了。我告诉你，还好你没嫁给他，要不然啊，倒霉的就你。Hello， 是我。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林总。啊，我早吃饱了，但是你约我还是要来的。白色很衬你啊。哦，是吗？那我以后多穿。完美。主要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在公司里跟您说不太合适，想着私下跟您聊聊。说吧。黄灵溪把 Jason 开掉的事您知道吧？你知道。您看，我也是职业做投资的，我的投资必须得有回报，否则我没有办法向红木交代。但是你说我跟灵溪又是很好的朋友，有些话我真的很难跟他开口。我这边又要职业一些，我这边又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所以我懂了。你想把我当枪使，干掉黄灵溪。林总，话可不能这么说。别来捏虚的，这不是件小事啊。那谁来顶替呢？刘涵说他有更好的人选。刘涵？刘涵？他也反对黄灵溪？都是为了领通好。我很意外，您竟然找我。找你自然是有事。哎，老板，2碗馄饨。哎，好了。哎，您不妨直说。好，那我就开门见山啊。姜薇，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你想一直当助理吗？
您什么意思？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考虑吗？您是要带我一起跳槽吗？如果是这样，你跟我走吗？我要留在灵通。好，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想跟着张海潮。但是我不喜欢黄林熙在中间搅和。2位的馄饨来了，慢慢吃啊。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一碗馄饨，它如果要做的好吃，它每一道工序它都得好，这个肉、紫菜、这个皮、这个汤，它都得好。比如说，如果肉不好，那你就得换肉店。我认为公司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呢？您这是要有动作。是。那您觉得我能做销售总监吗？这个黄林熙，你看啊，他以前他就是在清华卖假隐形眼镜的。那按道理，如果他都可以的话，那你更可以了。你起点比他高多了。那董事会会同意吗？我认为会。董事会不喜欢太情绪化的管理者。为什么突然召开股东大会？现在还不开股东会，你要瞒我们多久？什么意思？黄总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无缘无故把杰森给开除了，有原因吗？可能诸位股东还不知道，当初我带那些博士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份道德约束的。拜托呀，海超，你不去劝劝他，还跟着一起颠倒是非黑白。咱们是办企业还是搞道德培训班啊？这工程师是不是离婚出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1毛钱关系吗？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把芯片做出来嘛？光耀，他莫名其妙开除了一个优秀的架构师，这是领通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我们刚刚开始盈利、准备冲击 IPO 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夫妻老婆店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应该慎重考虑一下黄林熙的位置。光耀，你是知道的，公司最初那些年，都是靠我太太来稳定军心的。知道，著名的后勤保障处处长嘛，这个位他是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沉溺于这个角色不可自拔，现在完全没有前进的样子，让人很担忧啊。好，诸位是想开掉黄林熙，那么请问，由谁来接替销售总监呢？我们销售部一共就没几个人，所有重要的客户全都在他的手上。韦总不是很喜欢姜薇吗？可以考虑一下由他来接任。不管从学历还是资历，姜薇都不能跟黄林熙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姜薇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是我和林夕一起发现的。那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上市之前换人是不可行的。我们刚进入 IPO 流程，所有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名单我们早就提报上去了。你们怎么知道姜薇不是更强的？这小牛的销售不一直都是姜薇做的吗？韦总的关系也一直是姜薇维护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把姜薇叫进来，没有必要。光耀，刘海，我想提醒你们一下，我夫人最初那几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个月只拿5000块钱的工资，没有提成。如果她当初留在拍卖行，工资加提成至少每个月1万美金起。而她的好朋友叶翠女士在她的帮助下，现在负责易贝的食堂，分得的股份，3辈子都吃不完。
姜维连5000块钱都不需要。而且他还愿意对赌。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瞒着我，去跟我的助理谈了是吗？请问这是什么规矩？我只是随口问了他一嘴，我没有不守规矩啊，起码比黄林熙越过我惹是生非那规矩多了。刘涵，你公平点行不行？我没有不公平，他很不讲道理，他很不专业。你看今天开会他来了吗？他什么意思？难受是不是？待会儿你吃什么？要不要吃棒棒糖？要吃啊。好，那待会儿打针的时候你不怕好不好？我现在对黄林熙只有一个要求，仅此一个，把 Jason 给我弄回来。对，必须弄回来，让黄林熙走，Jason 回来。不可能。现在10万火急了，我们没有首席架构师，你告诉我怎么办？哦，你来兼任吗？我兼任。不可能兼任 ，CEO 需要上市前的路演以及骨感。我保证，能够找到比 Jason 更好的架构师，在国内找。没有比 Jason 更好的了。我会解决诸位的顾虑，也请诸位不要胁迫我。